成功起飛，市政起飛，耶！成功國小配合赤崁文化園區規劃鐵道重建，但期間因為發現歷史遺跡甲工程施工問題，造成工期延後。原本規劃伫咧2024年寒假完工，後來因為升級校園設備而延後。不過總算伫今年順利完工。成功國小特別舉辦溫馨的返家儀式，歡喜迎接新校舍落成。第一次回到這個學校上課，可以看到比較新的地方，然後還有比較好玩的地方，很開心啊。對，我覺得可以在新的剛落成的學校上課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榮幸的事情。對，我在這裡，我覺得很開心，因為可以拿到新的東西。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等很久了，該回來了，終於回來了。我希望成功國小回來之後，招生更順利，然後更蓬勃發展，要成功，要成功。吳特表示，成功國小校舍重建，咱講是千呼萬喚始出來，過程是一波三折，為學生佇施工第一年入學，一直到明年要畢業，才趕上佇新校舍舉辦畢業典禮，使人感傷。好在即馬施工完成，學生會當回來到學校上課，是一件幸福的代誌。有人1年級的時候進入成功國小，到6年級的時候呢，勉強使用他們的這個新校舍的這個活動中心來辦畢業典禮，真的是讓人家聽起來也是蠻感傷的。但是現在終於這個完成了，讓同學可以進駐在裡面上課了。現在的新的成功國小的同學是幸福的，但是呢，中間的曲折很少人知道。我們也謝謝工程人員的辛苦，謝謝文化局、公務局還有教育局大家的努力，終於能夠讓成功國小入學成功。也希望同學們學習成功，能夠讓同學們能夠在新校舍快樂愉快的這個從從容容、游刃有餘的這個上課。黃偉特強調，校園設計以赤崁曙光為理念，融合現代建築美學甲歷史重要意象，象徵傳承甲永續。伊也期待囡仔佇全新的環境中快樂成長，從容學習。開學第一天，黃偉特也向學生發話，勉勵大家盡快收心，迎接新學期的挑戰。伊指出，市府佇財政困難下，也是積極推動教育建設，配合中央生生有平板政策。另外，佫投入2億7千萬，讓學生盡早接軌科技甲 AI 教育，享有數位學習紅利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